繪本 Tier List 冬天聖誕系列，其中一本故事書竟然 F-Tier。如果冬天來了，告訴他我不在哦。S-Tier 書名同立意都充滿詩意，畫風精美，故事溫柔咁樣教識小朋友，唔使過度擔心未知，要珍惜當下。冬天是什麼樣子？A-Tier 以紅啤啤要冬眠嚟展開故事，劇情溫馨得嚟，有天馬行空，非常之適合作為睡前故事啊！聖誕老人的機密檔案 C-Tier 主題有趣，但係以繪本嚟講呢，文字量就有啲太多啦，同時排版擠擁，字體嘅選擇啊都有啲影響閱讀啊！慌慌張張的聖誕老人 S-Tier節奏緊湊，畫風獨特，將主題嘅慌張感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出咗門口先發現自己唔記得帶嘢嘅情節，令我好有共鳴啊！好扮的聖誕夜 F-Tier 插圖精美，但係關鍵嘅劇情火箭爛咗啊！竟然淨係以文字嚟交代而冇畫面啊！劇情整體咧嘅邏輯都好牽強，亦都帶唔出啲咩寓意啊！不建議。誰偷走了我的雪花 A-Tier插圖精美，主角小松鼠對於冬天充滿可愛嘅誤解，能夠輕易咁樣引發小朋友嘅互動討論，好適合作為課堂或者親子閱讀啊！呢個就係鯊魚先生嘅